我这边还是在不要太早。因为你如果抬下去的话，那个开始过的那个我就会减好。那我一开始我要理一下吗？还是因为我想说他们这样会更简单？我看看。你关后一个不是，就是因为我自己的，然后我们就一起。我是想说他们会不会刚才是
拜。